我唔是要甲伊拼，我是要死互看。啦，你为着迄度假迄个千金小姐，要等我的面头前自杀我看。无唔对，你想看卖？我食到遮尔大，头一摆查某囡仔对我动过感情，敢咱阿金小姐尔，你搁要甲我拆散？你想我的身心唔甘愿啊？看一边，啊，会有影无情暗哦。伊真正去爱着迄个雅庆姑娘，变心思变到有够重啊哦。是啦，阮阿兄吼，伊虽然是冤家仔啦，也毋过吼，从来都毋捌有人对伊动过感情啦。啊，只有吼，迄个雅庆啊，对伊上好，啊，对伊上照顾尔。啊，无怪阮阿兄吼，伊会想袂开，想要自杀啦。嘿嘿，少年的，啊，假使讲我若强要娶迄个雅庆姑娘做某，你会安怎？我你讲，你若坚持真是要娶雅庆姑娘，我有当场即个刀举起来，一块有那挂你看卖。哎呀，你莫啦，武林大侠，总镖师大英雄。我唔标花啊，输人嘛做镖师。哎，毋是啦，我是讲吼，求你吼，互阮阿兄莫安尼啦，莫遐冲动啦，啊，莫互伊做糊涂的代志啦。哎呦，是啦，哎呦，好大惊啊！你着好心做到底啦。假使讲阮这个笑的吼，若为着这件代志去自杀吼，安尼看啥物甲我传宗接代就好。哦，这个嘛，一堆狂，打。这个嘛，一堆狂，打。哼，恁查某囝佫好到敢若婴仔咧，唉。但是这个代志，你总是嘛是爱花时间考虑啊，对唔？哎呦，你着大家自闭哦。啊，要偌考虑，恁佫徛在遮创啥？爹，哎呀，等下吼，互伊慢慢仔考虑啦，咱莫甲为难吼，咱紧来走。哦，长伟，咱出来，互伊小考虑一下。哦。考虑，我是要如何来考虑就好咧。主人啊，你叫人时间互你考虑，是毋是有意思要成全人？讲一句实在啦，不过我有淡薄仔介意着迄个度假的千金呢。啥货啊？你介意迄个千金小姐哦？对啊，你看我这个年岁原来袂少啊，你知唔知？我再讲哦，迄度假迄个千金小姐哦，是我去拍擂台，因无人教我拍，啊变做我白着到这擂台主，伊这本来就是应该嫁我娶这某算免本的啊，这机会难定呢。主人啊，你话安尼讲哦，是无毋对啦。也毋过哦，人哋咧讲迫害人的一面哦，是七大情哦。我知影啦，啊无我会叫因讲，互我考虑一下。哎呀，真你姑娘，两位姑娘啊，哎呦，坐伫遐咧怨叹命运歹，捡茶哦，心情歹心。毋是心情歹啦，是较毋甘愿尔。哎呀，唔免唔甘愿啦，来你起来，靠海。我问恁一件代志，恁两个哦一定要老实讲哦。恁若讲实在话哦，恁哦就免等遮捡茶，保证恁过着好日子。无影，你要问什么？做你问啊。都甲迄个千金小姐，恁捌看过无？看过啦。那安尼哦，恁头是甲我讲，是我生做较水呢，还是都甲迄个千金小姐较水？哎呦，迄也着问，迄若凭你的面貌啊，甲你的身材来讲啊吼，伊是要参你比啥物款？你敢若袂属于着刁神，佫敢若袂属咱迄古早迄西施啦。对，西施啦。嘿啦，等迄个我对面怎甲你比？你气质好啊，行路我敢若云过过咧。哦，偌水的，阮庄仔内哦，真正找无姑娘比你较水的啦。恁讲的拢是实在话哦。实在啊。无骗我哦。那安尼好，恁的手伸出来。怎啊？甲你讲老实话，要搁拍阮哦。哎呀，毋是要拍恁啦，免惊啦，手这恁伸出来。哦，伸手啊。来。哎呦！我看完宝嘞！哇，我这人我演技最会，我咧几多年用袂完啦。这就是讲实在话好处啦，安尼恁有欢喜无？欢喜，多谢。安尼我今日我演技最有啦。斗寒衫啦，有这钱啊，唔爱伫遐查啦，佮今日来买演技最有啦。你都开的千金搁较水。
免叫，啊，拄则你所做的代志，我拢有看到。我安怎甲你交代？无尽必要的时阵是袂用的乌白施法，这是犯天规呢。你敢施法送人的元宝啊？师公啊，迄只重要的呢。拄则因两个学了讲哦，我死敢若亲像西施的，我变一款元宝，互因做所为，安尼敢毋犯法？互人学落水，你都用个施法变元宝送人哦。以后千万袂用个我安尼做，即摆当作我无看，毋知影。知啦知啦，师公啊，我有一件代志哦，要甲你讲呢。啥物代志？啊，多阮迄个主人啊，敢若对刀家的千金哦，动了真情咧。啊？真是有这代志？哎呀，这千万都袂用的。刀家雅庆姑娘，人个已经甲人有宿世前缘，免哪用去破坏人的姻缘咧？这件任务委任你去做，一定要彻底甲伊主导。是，我嘛想要为你牺牲啊。啊，不过家像要安怎？万一若是想袂开，有啥物三长两短，我敢毋是变成罪人？是啊，阿弟啊，你看，因两感情二十七嘛吼，已经到迄个呢，非君无嫁，啊，非卿无娶，我咧想你也是小考虑一下。这代志是要叫咱处理啦。啊，安尼听恁在讲什么代志，要安处理先啊？哎呦，规口罩安尼，你看嘛咧，三伯仔囝讲油头革面啦，看有啥物疑难杂症，甲本大侠讲，本大侠专门伫咧处理这疑难杂症的。好大姐，啊，期限明仔载才有到，你即摆倒来要创啥？都是安尼咩？啊，你嘛咧食紧拢泡啊，啊，都讲好好嘛，直接要来啊，你遐紧就来。哎，唔免等，我即摆就随时甲你讲。那关于恁查某囝这个婚事的代志，我已经决定啊。这个好大家，咱听人讲起，你功夫遐尔好，人才阁身手袂歹，嘿，人想起哦，我相信伊定真侪查某囝要嫁，你若不成才我的查某囝哈。听听讲这出半遮久啊吼，你这句话都成人讲的话，我听着好爽哦。安尼，我已经决定讲恁查某囝吼，安怎？互伊甲老公主成亲。真是的啊！爱分脱了。